手持脚骨法器请神吊降的红头法师，旁边有带亡魂过路关的昂姨，以诙谐的动作转换家属心情的老伯，还有头戴彩球帽、手持彩扇的小蛋，四人配合着乐师弹奏乐曲，围绕着香亭演出。和其他义阵不一样，这个阵不是迎神明，是迎亡魂。讲咱人死了爱落地府，落地府行路关，就是看蒙瓜负责拍开这阴阳界，带伊落地府，行过这地府的关卡，爱当关好行，关好过安尼。伫过路关的当中呢，就会安插一寡小村比如讲劝亡啦，劝亡就是讲放这亡魂爱放下。世间无论什么人，偌勇壮、偌好野、偌好命，拢爱死。另外一部分就是咧讲，咱活的人嘛是爱有这个死亡的地格。看蒙瓜的起源来自台南善化麻豆地区的传统民俗活动杂贝条，是台湾特殊的阵头表演艺术，在早期的丧葬仪式中都能看到。除了有送亡魂平安、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涵，也透过表演以及曲调抚慰家属思念亡者的心情。不过，由于现代社会礼俗简化，已经越来越少见。这个看蒙瓜阵啊，是真正是，台北这边是应该是讲全部是已经看无啊啦。我并无希望讲伊消失伫咱即嘛遮尔进步的时代内底，伊有存在的必要。伊会当安慰咱足侪人心肝底受伤的心，嘛当借着即个仪式来怀念中咱心肝底所思念的迄个人。伫台湾经济当好的时阵，差不多40年前、50年前，迄阵台湾经济豆好起来。这个看蒙瓜算讲伫短时间内一直穿起来。有可能办一个丧事，一个死人尔，但是看蒙瓜请3-4阵，这嘛是有啊。以早迄年代是有安尼，所以讲这个看蒙瓜的品质、唱念就拢无，就算讲功夫较无遐好。好的足好，歹的足歹。2016年，风中灯看蒙瓜团正式成立，保留传统动作身段，统整代代口传，却因时空变化而零散的词曲内容，替看蒙瓜的传承奠定基础。今年更是以“拼出海”为主题，参与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的演出。紧张啊！我足紧张，惊咱表演了无好势。外国看到咱哦，看到咱这嘛足稀奇的呢，因为咱台湾人毋捌过到遐，伊嘛感觉袂歹啊，趣味啊。算讲，互全世界知影讲，咱这个台湾。是毋是足公营的？咱会当互国际知影讲，台湾嘛是敢会当做半导体尔啦。咱的一寡文化底蕴啊，传统文化啊，尤其咱的文化内底拢有教育意义。从在地走向国际，把看蒙瓜的精神诠释出来，让世界看到来自台湾土地深刻的内涵，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。即讲说怀台南报道。